堅，數住咗先。好，我哋另一個角度，睇翻。OK， 好啦，咁呢度咧就係平時上堂嗰度啦。一段日子咧就冇見啦，咁就想溫習翻一啲教過嘅嘢，好冇 ？OK， 好啦。首先奇門遁甲佢起盤啦，起盤邊度嚟咧？就係話八字嗰度走出嚟嘅。所謂八字就係年柱，柱就打直體嘅，嘅月柱、日柱、時柱，有四柱，呢四柱八字 ，OK， 分兩層，上面嗰層叫做天干，喺上邊嘅上，天者上也 ，OK， 下面嗰層叫地支，地下嘅，好啦，咁年嘅天干、月嘅天干、日嘅天干、地支，佢哋都有唔同嘅代表，代表乜嘢？代表你人生裏邊嘅人物 ，OK， 好啦，首先我哋自己出發先，自己就係用日嘅天干，我哋稱之為日干 ，OK。明唔明？好啦，時嘅天干，簡稱叫做時干。時干係代表乜嘢？時干，逢係干都係緊要嘅，尤其是呢兩個。呢兩個之中，又以時干係代表你問事嘅內容、性質。OK， 咁所以喺一個奇門盤，你未開盤嘅時候，單單呢八粒字，你就已經知道呢件事對你係好啊，定係打和啊，定係好差咧？OK， 好啦。咁月嘅天干係代表乜嘢啊？月嘅天干係代表友人、朋友、同輩同埋你嘅敵人，大家都係同樣 level 嘅人 ，OK， 或者身邊嘅朋友。而年干就代表高級過你嘅長輩、老闆 ，OK， 係比你高級嘅人。人定咗位之後，咁時干係代表咩啊？時干亦都可以代表你嘅下屬，咁地支就係時間嚟嘅 ，OK。咁喺一個奇門遁甲盤裏邊，我哋就用九宮格去代表成個環境。所以成個環境就係話你問事，或者你而家身處嗰個背景，又或者係你住屋嗰個方位 ，OK？ 中間嗰格唔用嘅，中間嗰格係我哋寫資料嘅，寫乜嘢啊？寫局數喺面啦，喺最頂啦，局數有一定嘅編排，有一定嘅規律。已經喺筆記或者一啲文獻裏邊已經定咗㗎啦，係寫死咗嘅 ，OK， 我哋唔會深究嘅。好啦，咁喺左上角，我哋通常寫當值嘅天星，叫做直星、直負星。咁佢下面就係寫咗直使門。咁有佢用處嘅喎。OK， 咁佢仲有一樣嘢就係話，我哋
每一個時段都係一個旬嚟嘅，甲乜旬就要睇一個旬手啦。OK， 好啦，呢個時干同埋時支，呢個時辰嘅組合就要寫喺呢度。咁中間呢個格仔咧就已經擺咗我哋需要嘅資料喺呢度，而睇下點樣配配 OK。咁每一格我哋用8格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去分唔同嘅方位。OK， 好啦，以玄學術數嚟講，天南地北，天者上邊也，咁呢啲就係南邊。佢嘅對面就係北邊，喺呢邊左邊嘅東邊，呢邊就係西啦。OK， 咁就定咗一個咁嘅我哋叫做四正嘅方位，亦都可以代替問事人嘅屋企東南西北。咁當然中間有啲叫做西南啦、西北啦，有啲東南啦、東北。OK，咁就形成咗8方啦，得唔得？咁所以咧，如果你第時賭錢嘅話咧，你係咪大殺4方？大殺3方㗎啦，或者大殺7方，冇嚟殺埋自己個方㗎，係咪 ？OK， 風水羅盤都係一樣，即係我哋叫嘅羅間，亦都係用咁嘅形式去鋪排嗰個嘅方位嘅。OK， 咁每一格裏邊咧就有神盤啦，喺最高點啦，星盤啦就喺中間啦，門盤就喺下邊，而旁邊每一格嘅右下角就會分咗一個天盤、一個地盤。咁好啦，每一個方位外邊其實就係地支嘅所在。OK， 宮格裏邊呢5個元素係一定有嘅。咁你諗下啦，我哋計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8個格仔有5個元素，係咪等於40個？OK， 好啦，呢40個加埋出邊方位有24山，加埋，咁我哋就有64個元素去斷定嗰個位嘅吉凶同埋發生乜嘢事，得唔得 ？OK， 好啦，呢個就係奇門遁甲個格式嘅鋪排。格式係咁 ，OK， 格式係咁嘅話，跟住要介紹嘅就係話，有天盤喎，有地盤喎，佢哋係乜嘢嚟㗎 ？OK， 有一個 terms 咧就叫做六儀。六儀係邊6個啊？就係咩咧？由戊開始數，戊己庚辛壬癸1、2、3、4、5、6，仲有3期。3期乜嘢啊？3期咪就係乙、丙、丁咯。OK， 我哋諗下咯喎，一個天可以係六儀嘅其中一個，又或者係3期嘅其中一個。咁即係話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即係有9個啦。地盤又有9個組合啦。咁9乘9係得出81個格式，我哋稱之為格局。OK， 得唔得？
近啲啊，丙下邊可以見到辛，丁下邊可以見到木，係嘛？己下邊可以見到癸，如此類推，有81個組合，得唔得？呢啲就叫做格局啦。而家講呢啲記得啦，係咪？點樣去排呢啲格局？點樣去做出、填出、寫出一個奇門遁甲嘅盤咧？呢個我哋之後再介紹。而家今日到此，咁就温習下，知唔知？究竟所謂嘅陽遁，陽遁就係話每一年由冬至去到夏至，嗱呢個節氣嚟㗎，每年啊，呢個時段通常啦嚇，就係新歷嘅12月，冬至係22號左右啦，去到夏至嘅下一年嘅6月21、22號啦，咁呢半年時間，咁就陽遁，佢嘅飛法咧，叫數格仔嘅方法跳咧，就係、由中間開始，先去乾宮，咁，跟住上呢度，跟住篤到呢度，跟住篤到呢度，再落坎宮，坎宮跳上坤宮，坤宮係3、4，再去翻中間，就為之一個循環。OK，呢個方向你記住先，你應該記得嘅。好啦，到陰遁啦，陰遁咧就係、由夏至每年嘅6月22至到去12月21號，其實23號嗰時打先啦，知唔知佢何日啊？通常啲手機程式咧就會幫你自己跳嘅。咁陰遁就將頭先上面個方向倒後下，咁樣去將呢個6儀嘅次序配落去。OK，假設個資料話乜嘢啊？假設個資料話我哋要行一個叫做陽四局嘅結構，陽四局喎，所謂陽四局就即係話個墓要喺四宮嗰度開始起跳，即係墓陽啊嘛，陽係咪要順住跳啊？順住呢個方向，墓跟住己啦，庚戊己庚辛壬癸，跟住點啊？配三皮丁丙月，咁就填滿咗呢9個格仔。咁中間嗰個又話唔用嘅，將佢呢個字填落去坤宮，咁坤宮就會有2個天干啦。OK，咁就形成咗乜嘢啊？基本上嘅地盤已經完成咗啦，咁完成咗咯喎。OK，好啦，我哋做好功課啦。我叫佢哋將唔同個9局畫過晒㗎嘛，你做過啦。好啦，畫過之後，咁每一個6儀其實就由一旬嗰度走出嚟嘅，係咪？甲乜旬啊？因為甲乜旬有6組，有6款嘅，係咪？咁甲乜個乜就係要編排，就每一旬就有一個當值嘅長官，我哋叫旬首。旬首有6個，嗱，甲子、甲戌、
甲辛甲午甲辰甲寅，係咪？咁啊6個，假設甲子先啦，甲子旬嗰一隊嗰一場嘅旬首就係戊土，咁假設呢個就係陽局，又係甲子戊，好啦，咁而家又假設佢係咩時好啊？庚子時啊，好唔好？假設嘅啫，庚子時。咁我哋就點樣起盤啊？就將呢個旬首，我哋有個底盤啦。時嘅天干呢個時，我哋要查萬年曆又好，總之查到萬年曆或者查到奇門遁甲本嗰條子時，呢個子時就係庚做天干帶頭，咁即係話時干係庚嘅喎。咁佢同戊土有乜關係啊？呢假設而家呢係呢一場話事，咁啊去到庚子時問嘢嘞喎，咁我哋就將呢個負責睇住嘅隊長阿戊擺上去時干上面阿戊嗰度，咁就有咗一個天盤一個地盤啦。好啦，咁咧又得意嘅喎，下一個點計啊？咁我哋就參考翻地盤嘅鋪排啦。阿戊隔離係咪阿癸？阿癸隔離就係丙同埋己，丙隔離就係辛，辛就係庚、丁、壬、月，如此類推，一個順時針嘅方向。好啦，將佢哋擺上去天盤一樣嘅啫。阿戊前面嗰個阿戊，如果順緊頭嘅前面係佢排隊，阿戊同阿癸，阿癸係咪丙己？丙己係咪阿辛？將佢升就去擺上去，金，好啦，佢對面係阿丁，丁咗上去，呢個對面係阿壬，係壬放上面，佢對面係邊個？阿月，佢對面係邊個？阿戊死啦。到呢度為止就有咗天盤同埋地盤，基本上個格局就出咗嚟啦。OK，我哋以前或者上堂就講到呢度，嚟到呢一度你就翻去再練習下，得唔得？首先揾出好嘢啫，呢度有6旬，揾晒出嚟，同埋揾埋旬首喎。知道旬首你先至知道將呢個旬首擺喺個時干上邊，去形成天地盤噶嘛。OK，有咗呢個啦，咁你就知道，求其你喺個手機 app 開出嚟，你自己揞住嗰啲盤式唔好睇住，你將呢個天盤地盤再練多啲，係咪？練多啲後咧，你就知道究竟佢哋點嚟先。如果唔知嘅、唔記得嘅，就睇我頭先嗰個講解 repeat 條片 ，OK？我會將呢條片擺上 YouTube，呢個 YouTube 咧，我會 send 條 link 俾你，得你自己睇到嘅啫。你得閒等車啊、等飛機啊嗰陣時咧，得閒咧就撳嚟睇，温習下。你温熟咗咧，我先至可以去下一個階段。點解啊？你有咗呢個基礎先，然後我先講門啦、星啦、神啦嗰啲嘅編點樣擺落去，令嗰個奇門盤能夠完整啲，得唔得？你練熟咗先，因為我哋之前或者嘅時間咧太過近啦，你又太過忙啦，咁變咗希望好好用到你等車、等交通工具嘅時間或者得閒嘅時間，你 anytime 睇都得，我每條片都唔會拍得好長嘅，好冇？咁就繼續可以令到你能夠學得到，好嘛？OK，咁暫時喺呢度停咗先，你練咗6旬，求其開一個盤，用手機 app 開一個盤，睇下自己能唔能夠開到一個同樣嘅，淨係睇翻呢個格局，呢啲天盤地盤就得㗎啦，啲星盤神嗰啲唔使理佢，好 OK，咁暫時今日睇到呢度先。